了，Central Park， 好了。先出发。我们现在在Central Park，我们要表演的地方。对。今天要工作了。来到 Summer Stage， 这边是 Central Park Summer Stage 的后台，然后这个舞台有很多厉害的人，然后它这边会有观众 VIP， 就会在。会摆着吗？对耶。而且还可以来这里第二次，好鸡皮疙瘩。你是世界第一人哦。我是鸡皮疙瘩，我本来上次就想说，我就只有这一次，我应该不会再来纽约了，不是一个什么随便可以来的地方。请问今天自由女神是出公差吗？当地陪？就是他们有付钱。Hello， 我们现在要来开箱我们的休息室。先看到我们这个是绿色的货柜，非常好看的颜色。刚刚有偷偷被我打开，这是一个零食区。冰箱呢装满了很多东西，好棒哦！喝不完，要我拿了，耶！请问自由女神，你手上拿的是什么？饭团，这应该算是蛮中式的食物。是自由女神第一次吃饭团吗？是，所以要尝试一下，不知道肉松吃起来怎么样？怎么样，自由女神？台湾的饭团如何 ？Very good。停下来。然后最后那个突然。我们要来彩排跟仪龙姐姐合作的舞台，她在唱她倒数的2首歌的时候，我们会一起唱，所以现在是她的彩排时间，然后跟她一起彩排。我有点想睡觉吗？有没有吃 B 群了？我刚刚吃了，所以我可能下半段就会开始转。太晚吃了，可恶！现在是台湾时间的早上6点起来唱歌，哎，国际巨星就是不容易哎，我们就当本土巨星就好了。加油喽！耶！好兴奋哦，第2次来，真的好兴奋，原住民赞！加油！我要把我们最好的呈现出来。是的，把我们的活力 ，Let's go New Year！ 活力带给纽约。OK，Let's go。BTC， 阿炮，Zino， 原住民呀！
下我自己，降服我生命，所有我全给你。恩惠慈爱随着我，永远随着我。Sayonara, Shinoma de Wasidalena. Nuavanayan, Sajagunayin, so arama sunjanuama. Baby true, 我爱你。没有人比我更爱你，我为你痴迷，我为你堕落，真是叫人永远爱你。一杯一杯，我不会醉。我醉了，醉了，没有人理我。千杯万杯，再来一杯。我的一生很好领导，就在夜空是吵吵闹闹，等待等去的时阵啊到。你先走，因为我应该等你，为我白赛老。爱的路上有你，我并不寂寞。你对我那么的好。这次真的不同，也许我应该好好把你拥有，就像你一直为我守候。亲爱的人，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亲密的爱人，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等待，我随时随地在等待，从你感情上的依赖，我没有任何的疑问，这是爱。感情也那么深，叫我怎么能放手？Everybody say， 但你说爱。I only wanna be your friend， 做什么？做个朋友。我猜你心中只是 just a friend， 不是情人。我感激你对我这样的坦白，但我给你的爱暂时收不回来。So I，我不能只是比。我猜，你早就想要说明白。我觉得自己好无奈，从天堂掉落到深渊，多无奈。我无法只是普通朋友，感情那么深，叫我怎么能放手？I'll be not on crooked playing, we're just friends. What are you saying? Say there's another look from my eyes. My first love broke my heart for the first time, and I was like,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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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手，Go！跟我们一起跳，往后走，来。只需要轻声出洒，总有时。人间多少的忧伤，何不潇洒走一回 ？Bad boy, bad boy， 你会让我太无奈。Bad boy, bad boy， 我必须要你。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我要活下去。一样的笑容，一样的泪水，一样的日子，一样的我和你，直到天长，直到地老，燃烧吧，燃烧吧，燃烧吧，我要把你燃烧，燃烧吧，燃烧吧，我要把你燃烧，我决定爱你1万年。我决定爱你1万年。无意的人又付了一大半屁的包子，连接的人又付了一大半疯狂的血，痴心的人又付了一大半屁的钱，吃了购物的人又付了大半屁真相的儿子，为所迷梦的人又付了天空是大半的 everybody jump，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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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rybody， 哦爱你呀，爱你的朋友，做做做做做。
嗨了。就是我们自己的趴演完了，我们还有仪容姐的趴。他们站他们就站，叫他们跳他们就跳，叫他们干嘛就干嘛。很喜欢纽约的观众，他们很热情，他们很有爱。蛮好带的。对，我们第一次演那么长的时间，90分钟吧。我就说你们一人水肿，就是那个水很难得会快把水喝完。对，90分钟，这是我们第一次的突破，新突破。对呀，赞！哎，赞！这个人好像已经有了呢，毕竟他有专场，他有个人90分钟歌，但是这是我跟马尼第一次演出的90分钟。我很松哎，应该看得出来吧？太松了，我太松了，我就知道。我要回到中间了。对，因为我有点时差，然后我就这样想说，我先看，因为他前面有一个计时器，我想说好，我先看我的时差过半小时有没有好一点，如果好一点，我再决定我要出多少力；没有好一点，我就冷静一点，把歌唱好就好。那一年在金曲美合会的时候，我就有跟他们说，我会带那瓦上队来这样。我讲件事，我很开心台湾尼所以那一年有找阿豹来演出，然后因为我觉得那一次在纽约的表演就是打开了很多人大家对于做音乐的想象，就觉得很赞。希望有机会可以把那瓦小朋友一起带来纽约。然后我就一直记得这件事情，所以今年在策划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想要做一点不一样，因为台湾尼所以从2016到现在9年，虽然是才第6季，但是每一年都有一个很不一样的主题。那我今年就是特别想做一个是，我很希望可以多带一点人民的东西，然后也希望 highlight 台语。所以今年组合就是，我就邀请了豹姐带那瓦上队，然后有Rafu也有来，然后还有 Musa，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 representation 一个组合，然后还有布拉瑞亚舞团以及郑怡农，所以我有旅行回程，我很棒。就是很多东西是我隔天，因为我当天很忙，所以我隔天很多次看大家的限动或是影片，才知道哇发生了什么事，哇！就是我觉得那一整串表演真的是那一天一个很大的 highlight， 然后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为台湾尼所以设计一个这么好的节目。今年是我选完日期之后才发现，跟19年豹姐来的时候是同一天，都是8月3号。对，我就觉得很圆满的感觉，然后又觉得有一点那天得到很多能量。我第一次参与到他们演出前跟演出后的那个仪式，大家就是围的时候，然后就是要互相感谢什么的。那我第一次参与的时候，我会觉得哇，
这是一个活动，是一个很被祝福的活动，就是大家同心协力完成这件事情。然后在中央公园唱歌这件事，本来也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神奇的事，就是你被树包着，然后你就看着上面是天空、草地，是一个很棒的感觉。所以那天我可能印象是最深刻的是这个，然后我觉得那个感动我可能会一直带着到下一次策划的时候。Taiwanese Waves， Thank you for being a part of the waves。赶快去听886 Waves。